很大的哈达，炸酥，又今天回来了。哎，那个是。丽丽带哈达。对，多一点点吧。那个是人均臭。这个来晚了一点。这将军那边的生育。
朝阳年年到了身边梦呀，三秒的土，简单不咖喱，要起来木，歌颂头来别呀，要起来木，歌颂头来别呀，要起来木，歌颂头来别呀。吉祥八宝。成都有啊，成都有。
来加戏还这样的。那是跳起来吧？看不到，快秀！不整你了。不哭。不急，跳起来，快秀！热秀！抖音。这都到我也比赛，这马路就要比赛，也有我那是一种，也有人生的那种在比赛。狗狗呢？没带，他后腿还没好。还没好。啊，还没好嘞。他怎么了嘛？就是脚受伤了，后面后腿。
小嬷嬷，第一个是小嬷嬷，哦，第二个。啊，这个是小嬷嬷的妈妈，好像是。对，这个子群叫小嬷嬷。
我刚刚要问他了。今天好多小朋友，好多小朋友啊，就7、8个，这还有一个小朋友，看，这个他之前也来过的，这个跳得好。他刘大哈。对啊，经常跳，以前经常来呀。他是来的，怎么可能？不是每天啊，之前来的，他这个舞蹈是新的。有些新的他就不会了。新的他看一遍就会了吧，应该。
跳舞是最认真的。这歌好听。你也指挥我去哪个跳？这个是收音的，声音干嘛？就是录声音的嘛。我可以在这里说。这一片都会全部录完，你说呀你。已经说进去了，已经录进去了。太多呀，这个。那不娃都几天没来了，还没有问他。烟雾太大了吧？不大呀，人都看不见了。这不是人吗？这么大。太，一点点。对啊，只看到2、3个人。就小女孩她直接来过吗？这不是看到吗？这么多不。是那个女孩，这个女孩。这个叫什么名字？知道吧？不知道。他叫小嬷嬷。不叫小波波。小嬷嬷。小波波。对。不是他们。他有点跳得飞了。那个小女孩啊，啊。小女孩。
它叫小木木。他妈妈也在跳，好像在后面，在后面好像是这个。咦，谁呀？哇塞！感觉找到了没有？路人之子，好像是。哦，是那个，就手上把单的那个安多巴布罗那个。不用，谢谢，不用，真的。怎么？哦，他这个。就那个单人桌嘛，是不是？单人桌嘛。他想跟你说，今天方不方便拍照？可以，他们在那边可以拍啊，可以拍啊。哎，李哥，看什么啊？什么？啊，我在这倒点水嘛，倒点水吧，倒点水。它全部湿透了。
唱到样子，快点看这把女人。兄弟们，要不要让他唱到样子？这是的，正好说起。又来境外工作了，那又来，他能不能高兴的一样真。多点个赞，点一点。刚才1000个人在看你呢，看好真的，靠真的上千了。好可惜。快跳，快跳。那个狗狗在叫，我狗狗。
小木木，你妈妈也在吗？这，她也在跳是吧？对，我好像她在后面跳嘛。歌曲嚯！一个人一直在看。他们在。这儿。放着。妹妹给我取钱。谁捡到了我就送给他。看好了，看，让他看。9:15，9:14。打开了。我呀。这边就是他妈妈嘛，估计就是。玉珠没来，玉珠怎么不来？可能这就是他妈。芒果跟他拍过的，在德国那边。哎，他跟我母走了，这是跟我母去了吗？好像是跟我母。
豆蔻，我们也是豆蔻的嘛。前天我去直播去了，去了境外中心那边去了。你是帮你不是你的吗？真的。你说自己是去深圳，他要去旁边的嘛？他要去旁边是吧？对，应该吧。喝不水，还有喝水。有吗？拿去，那儿有水。我有汗都没出，没事儿，汗都没出。我接你老婆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你。瓶子，他推的瓶子。小泽有衬衫是啥？在当老师。好像他们在去5楼了那天晚上。哎，那边还有几个。他们是2个喇叭组成一对的。以前我买那个车，他们没有，他们有那个露营的那个车子，那个车也有好处。有电了，相机，充相机电机11%了。这把旁边去啊。边走边放，过年的是10天。Oh
小朋友带他的嘛。不人本色。
它摇摇了，还有姜末。有点像我们的感觉。
点了吗？你点了吗？你点了。这个夸张。啊，火锅味道。
好，下一下子。挺简单的，很简单的，很简单的呀。前两遍就三个动作。没事，你带他就是了。你跟做动作就可以了。去哪儿在直播了嘛？
猪和那个小西西。左边是小西西，右边就叫绿猪，绿猪。不知道我的搞晕了，到底是啥折嘛？玉珠嘛啥折？忘记了，他已经走了，没电了。所以说不忍，就是昨天晚上跳那个嘛。
阿爸高装，哎呀，长子啊，长子你们可以睡觉，长子我看，强组合装。朝前面嘛，朝前面，他们那个方向。哦，他们听到声音好点。哎，可以了吧？这个声音。好像这个家朝他们方向好点点，是吧？要不要钱？完了，这声音了。对，玉珠是白裤子布，小西西是右边的。对。是这个女孩。玉珠，我刚开始看的好像，没事，你挑你的，第一次见到这个舞的，这样更火。我在文化公园里头，当时给去扎西的，他只会唱歌，那时候连舞都不会跳，但是现在舞特别好，是吧？能回家不停地在练。我以前好像发过他一个视频。同一个方向，都有部分他。太尴尬了，什么尴不尴尬？你都有部分跟我们是唱歌对吧？一般跳舞、唱歌都会吧。安德巴布鲁。
家的主意我来穷日看金钱，穷日看金钱喽。年朝朝大我来穷我钱那钱，穷我钱那钱，跟着去看啦我来看东山的钱。看东山的钱喽，我的啥都不来，路也强嘞，路也强嘞，我先说就说。这段时间还好，这段时间烧得不够。还有我把那个现在取了不去了好几天。冬天就挂上去，挂上去是省一多了。只是按照最小气的。没有，没有。我是那个变焦的。有最小气的，所以我那边爬这个我来跑。没得必要了噻，你这个已经有了嘛，这个自己控制噻。我这个是单反镜头太重了，效果是好，但是就是太重了。有那个不存在嘛，你可以弄个那个，你这个可以弯上去调。但是我习惯这样子，有点我这样习惯性看的，我这么看这儿嘛，这样子看这儿不方便，我就这样子。每个人习惯不一样。每个人习惯不一样。我开始也是向上的，我感觉一点不方便，我就这样子。就算要按其他东西，这边还有个位置嘛，这边这个位置还没起噻。你要如果是长时间的拍。这个上面就好了。我一般拍个30秒、40秒完噻。
再多我一起发，我一起发出去，发到现在没流量得了。哦。坚持我一不直播的我无所谓，你看嘛，只有700个流量，但是赞倒是有，赞倒只有50-60个、40-40个是有的，但是就是没得流量的，700多个流量。要不就坚持给你就发那么多。我前段时间我是再多视频我一口气全部发出去。是啊，我也是一样的。我小会的话，几十个一天。应该有不有吧？对，反正有不直，反正又不直播。对啊，管理不存在流量那些，又不赚钱，而且都不叫考虑那些了。我视频又爆仓了，手机存在了好多。每天发30个嘛，30个啊，大概30个。要管理也是管理的不存在，不影响。让我直播来。都在练呢，都要跳。这也在跳，这在跳。他拍不过来了，这一圈都在跳，都在跳。哎，说话都看不到了。天天来到这儿拍视频，多得吓人。哎，我天天删，天天删。我不是那个直播的保存到里面了。哦，你自己我是直播，它直接保存在手机里面，我单独可以截成很多片段，单独发的可以，只是没那么清晰。因为它不像那个手机拍的，这个只有1080。这个就有这个就是单独做视频，但是国内一般不用它。有时间来同步的，国内抖音上也看得到，也有黑屏的。抖音上只有720的分辨率。反正我是拿到一顿拍了。我现在全是拍的4K 60帧。啊。前段时间前几天有点热，我用8K，后面不用8K 了。你8K 更疯狂了。对。8K 版图出来都是120个 G 左右吧，每个视频。120个 G 太大了，剪都剪不动。剪不动啊。要电脑那种啊，我的苹果的那个。至少差不多一个 W 的东西才剪得动。都剪得动。拍的圈的5的嘛。我现在还是拿手机剪那个4K 的有点吃力，剪1080P 的画质也不太好，因为剪不太好嘛，我直接用那个1080P 剪出来就有点糊啊，然后我用4K 随便嘛，超彩嘛，你可以去拍4K，然后你把我的1080就压出来，还要清晰一些啊。他用8K 当面哈，那你6K、8K 那些。我之前就是拍的1080 60帧嘛，然后始终剪出来不清晰，因为 RF 卡口的镜头太贵了，不要索尼开放了。50 1.2那个20的那个 RF 卡口要13000，拍2手，也不好吃，你卖也差不多，也没啥子。
的表，7年没表，70200拿手上还可以，但是挂这个上面挂不上去，太重了，太重了。但是70200拍出来很好看，还是没得27厘米去，最实用的。没得27你的实用。 70200你不实用，买了只有吃灰，买的只是会，买了只猪，他们太重了。这是当健身，健身的当健身，拿一段时间手上起不来，对，就是。拿一段时间这边多大，这边比较大。我们那个早点练出来了，把你随便举2个小时没得问题。我这个里面有个功能，前段时间我把它省电那个关了，但是我不晓得哪儿去，我不晓得打开了，我不晓得哪儿去关，所以我相机吗？相机，然后所以说现在是耗电的很，我找了我不晓得哪儿关，但是这样子它会提升画质，但是提升了好多我不晓得。也不会，这电源跟耗电也没得画质也没关系。我要明天没得事的时候在屋里面去慢慢花。我觉得佳能的相机的做工都没得说的快，他做的看他的镜头做的很毛，你知道不？佳能的那个单反镜头特别重，对，主要是说他那个做工用料感觉没得索尼的好。用料没有索尼好。我想去换索尼的，你看那个，你看它的开关那个各方面，还有它的表面的处理嘛，感觉没得索尼的好。我想去换索尼 A7S3，但是自己现在有点儿不住。没得票 A7S 马上出来了，了解追一 A7S4 马上出来了，今年18年底或者明年。我等它出来了之后马上降好价，现在差不多是二手是18500的样子，没掉价，基本上没掉。我感觉现在够用。我就不用没得必要那个专门的换，换太勤了。就专门为了